你们很多人问我家里为什么我这么努力，却始终无法摆脱贫穷。你们汇报怨市场不公、老板刻薄，或者乾脆把一切归咎于运气不好。好了，这些都是懦夫的借口。你们之所以穷困潦倒，终其一生都无法积累真正的财富，不是因为你们缺少機會，更不是因為命運對你不公，原因只有一個你們刻意迴避，甚至不敢承認嘅核心問題。問題不在外面，它就在你們的腦子裡。這個問題就是自欺欺人。是的，你沒聽錯，你無法賺錢的根本原因就是你一直在對自己撒謊。你選擇相信那些讓你感覺良好的謊言，而忽略那些讓你痛苦不堪的真相。這不是什麼新鮮事，這是人類大腦裡一個古老而頑固的缺陷，一種從古至今都存在嘅認知偏誤。它像一道無形的牆，把你和財富隔開。在接下來的時間裡，我會毫不留情地撕開這道牆。我會告訴你自欺欺人是如何運作的，以及它如何讓你永遠在貧窮的泥潭中打轉。這會很刺耳，很難聽，但如果你還有一點點想要改變命運的勇氣，就給我聽下去。你們以為自欺欺人是故意對別人撒謊嗎？不，那太低級了。真正高明且致命的自欺欺人，是你對自己撒謊，而且你還對此深信不疑。這是一種內建在你大腦深處的自我保護機制，也是讓你永遠無法致富的根本病毒。讓我來為你們揭開它的真面目。首先，你們的大腦是一個天生的偏見過濾器，它會自動篩選信息，只留下那些讓你們感到舒服、符合你們既有觀點的證據，而那些與你們看法相悖的、讓你們感到不安的真相，會被自動標記為無關緊要或惡意攻擊，然後被丟進垃圾桶。我見過太多這樣嘅投資者了，他們買緊一支股票，不是因為他們做了嚴謹嘅分析，而係因為他們喜歡呢一家公司，然後他們接下來的所有行為都不是在做研究，而是在為自己的喜歡尋找證據。他們會像追星族一樣瘋狂收集這家公司的所有利好消息， CEO 的豪言壯語，分析師的樂觀評級，新產品的華麗宣傳，這些都會被他們奉為圭臬。但對於那些警告信號，比如不斷下滑的利潤率、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，甚至是監管部門的調查文件，他們會選擇性地視而不見。他們會告訴自己，這些都是市場的短期波動，是競爭對手的惡意抹黑，是無關緊要的雜音。他們不是在投資，他們是在談一場盲目的戀愛。這種選擇性嘅鮮明，很快就會催生出第二種更危險嘅毒藥，那就是過度自信。當你耳朵裡聽到的全是好消息時，你自然會覺得自己是個天才。你開始高估自己嘅判斷力，低估市場嘅複雜性。你以為自己掌握了財富的密碼，而那些虧錢的人都只是因為愚蠢。你忘記了風險，忘記了常識，忘記了現實。這位會計師會一絲不苟地記下你所有的愚蠢行為。我告訴你們，市場最擅長的事情，就是給那些自以為是的聰明人上最昂貴的一課。那麼，為什麼人們會如此頑固地活在自己的世界裡？答案很簡單，因為承認自己錯了是一件極其痛苦的事情。承認一項投資是徹底的失敗，就等於在公開場合承認自己的判斷力有問題。
承认自己的商业模式存在致命缺陷，就等於否定了自己過去數年的心血和努力。這種感怪就像是有人拿咗刀在割你的肉，為了逃避那種劇烈嘅痛苦。你唔嘅大腦會啟動一種心理防禦機制，我稱之為現時逃避症。你唔維護自己嘅失敗，便做出各種聽起來恐嚇你嘅藉口。我不是錯啦，我只是運氣不好，我嘅想法係正確嘅，只是市場還沒有準備好。呢只是暫時的挫折，只要我佢堅持一情況係就去好轉。這些謊言就像精神上嘅嗎啡，能暫時麻痹你的痛苦，但他們同時也慳盡你翻盤嘅唯一機會。因為一旦你拒絕承認錯誤，下一步必然是尋找替罪羊。投資失敗是莊家太犧牲，創業失敗是大環境不好，工作不順是老闆有眼無珠。總之，千錯萬錯都不是我的錯。這種把責任推卸給外部的行為，是智力上最懶惰的表現。它徹底堵死了你從失敗中學習的通道。失敗本應是你最好嘅老師，他用真金白銀嘅損失告訴你哪裏有陷阱，哪條路走不通。但如果你捂住耳朵拒絕聽老師的教誨，那你只會在未來以同樣的方式掉進同一個坑裏，而且摔得更重。這整套自欺欺人的心理活動，最終會把你塑造成一個能力患者者。你會持續性的高估自己在某個領域的專業能力。一個剛學會看 K 線圖的人，就敢宣稱自己洞悉了市場的秘密。一個剛註冊了公司的人，就開始幻想自己將顛覆整個行業。這種自信不是建立在真實的能力和業績之上，而是建立在被過濾的信息和對失敗的逃避之上。它脆弱得不堪一擊。所以現在你該明白了，你之所以窮困潦倒，不是因為機會不夠多，不是因為世界不公平，而是因為你根本就不認識你自己。你活在一個自己親手編織嘅充滿了謊言和幻覺的舒適區裏，居隔看一遠外面呢個真實但殘酷嘅世界。這個幻覺就是你財富之路上最堅固的監獄。現在，讓我們嚟談談後果。一個你一直在逃避，卻又無時無刻不再支付利息嘅沉重後果。你以為你欺騙嘅只係自己？你以為你搭建嘅那個虛假世界好安全？讓我告訴你一個冷酷嘅事實。現實是終極的裁判，他不在乎你嘅感受，他不理會你嘅技巧，他只會用最無情嘅數字和結果喺你嘅人生打上最終嘅分數。你自欺欺人嘅每一個行為，都在現實嘅賬本上被一筆一筆地記錄下嚟。最終，你違法係自己早已破產。錯係以為自己只是時運不濟。讓我們從你們最關心的錢開始談起，看看那些在股票市場裏虧得血本無歸的人，他們中的大多數並非死於選錯了股票，而是死於選錯股票之後那該死的不願認錯的頑固。我見過太多這樣嘅人，他們買入一支股票，也許是聽了某個所謂專家嘅建議，也許只是因為他喜歡呢家公司嘅名字，然後股價開始下跌10%、20%、50%。呢個理性嘅人會做什麼？他會重新評估，他會問自己：我最初嘅判斷是否錯了？
市場是否出現我不了解嘅新情況？但一個自欺人者不會，他會打開他呢套內部防禦系統，他會告訴自己嗰個是市場嘅非理性波動。巴菲特呢也需要長期持有，現在賣掉嘅係跪低點底，他會瘋狂的尋找任何支持他繼續持有嘅理由，哪怕只是一篇不知名部落客寫嘅賴觀分析。同時他會自動屏蔽所有負面消息，公司嘅財報話他視而不見，行業嘅競爭加劇充耳不聞。他不是在投資，他是在捍衛自己那個脆弱的自尊心，證明我沒有錯。結果呢，股價從50%的虧損跌到80%、90%，甚至下市歸零。他的錢就這樣蒸發了。但這還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係一個你們大多數人從來不會記住嘅嗌眼機會成本。當你把你俾本金死死嘅套留在一支注定失敗嘅股票上時，你失去的不僅僅是這嘅俾錢，你失去了用呢嘅俾錢去投資一家偉大公司，在未來10年獲得幾十倍回報嘅機會。這是一種雙重死亡，你個資產被謀殺了，同時這個資產所有潛在的後代，那些本可以為你帶來財富自由的豐厚回報，也一起被扼殺在搖籃裏。這就是自欺欺人的代價。他不敢讓你虧掉你擁有嘅，更讓你永遠錯過你本可以擁有嘅。你以為你只係守咗一堆虧損嘅數字，實際上你係用自己最寶貴嘅資源、時間同資本，為自己嘅愚蠢同固執支付高昂嘅罰金，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。如果你認為這種悲劇只發生在投資領域，那你的短視就和那些虧錢的投資者沒什麼兩樣。這種拒絕面對錯誤嘅模式，會像病毒一樣感染你人生嘅每一個層面，讓你陷入一個永無止境嘅重複犯錯嘅泥潭。想想看，當一次投資失敗後，一個自欺欺人者會做什麼？他會說，是運氣不好，是市場的錯，是那個推薦股票給我的朋友的錯。他絕對不會說，是我自己嘅分析能力不夠，是我嘅情緒控制有問題，是我未有建立嚴格嘅止損紀律。當一個人不願面對錯誤嘅真正根源時，他就不可能從中學到任何東西。他的大腦會自動將呢一次失敗歸檔為回報而為，而不是彌補缺陷。於是下一次喺一個看起來完全不同嘅情景裏，他會以同樣嘅思維模式犯下同樣性質嘅錯誤。他可能不再炒股啦，他可能轉移去創業，但係會因為過度自信而高估市場需求，會因為不願承認商業模式嘅缺陷而拒絕轉型，會因為害怕承認用錯了人而容忍一個糟糕嘅團隊。場景變啦，道具變啦，但劇本嘅核心，呢個因為自欺下言而導致失敗嘅內在邏輯完全未有變。這不是運氣問題，呢個係一種智力上嘅怠惰，甚至係一種智力上嘅不誠實。你懶得去進行痛苦的自我剖析，你不敢去承認自己嘅無知和缺陷。於是你選擇了最簡單嘅路，責備壞街，然後心安理得地在同一個坑裏摔倒100次。即就係為什麼你環顧四周，去發現好多人嘅人生似乎被困咗了一個循環裏，
他們永遠在抱怨上司的問題，永遠在和同一類型的人發生衝突，永遠在為錢的事情煩惱。他們的人生不是一條上上的螺旋，而是一個原地打轉的倉鼠輪。他們跑得氣喘吁吁，卻從未前進一寸。這個頑固的障礙，這個阻礙你乃至財富，甚至阻礙你獲得任何實質性進步嘅根本原因，就係你看守間座嘅呢座名為自欺欺人嘅監獄。現在我又把這個問題再往深處推一層，自欺欺人對你嘅損害，遠遠不只是你嘅銀行賬戶，它最終會腐蝕你嘅整個心智，讓你嘅人生變成一片虛假嘅廢墟。當你習慣於扭曲現實嚟保護自己的感受時，你就閹割了自己最重要的成長能力。真正的學習本質上是一個不斷證偽的過程，是你發現自己過去的想法是錯的，然後用一個更接近真相嘅想法嚟取代它。這個過程必然是痛苦嘅，係需要你承認自己嘅無知，但每一次這樣嘅痛苦都是一次認知嘅生擊，就像蛇蛻皮一樣。雖然難受，但每一次蛻皮都意味着更大嘅成長空間。係自欺欺人者，他們害怕呢一種痛苦，他們選擇永遠穿着呢件早已不合身的皮囊，拒絕成長。久而久之，他們嘅大腦會變得僵化，失去說是新知識嘅彈性同效率。他們不是在學習，他們只是在為自己早已存在的偏見尋找更多的證據。更致命嘅是，一個無法對自己誠實嘅人，也不可能與他人建立起真正基於信任嘅關係。信任嘅基石是什麼？是真實。當你和一個人合作或交往時，你需要確信他看到的世界和你看到的是同一個世界，他口中的事實是客觀存在的事實。但一個活在自己幻想中嘅人，你永遠無法承認他，因為他的判斷是基於他的願望，而不是基於現實。他去為了維護自己嘅面子而隱瞞關鍵信息，他去願為害怕承認錯誤而把責任推到你身上。和這樣嘅人共事，你會覺得響在流沙上蓋房子，未有任何堅實嘅基礎，最終未有人願意係一個扭曲現實嘅人建立深度嘅連結。他回避孤立距離，活在一個由謊言和藉口構成嘅回音室裏。他的人生看起來可能好熱絡，有好多附和他的朋友，但佢哋內心係空洞嘅，因為他知道所有呢一切都不是真嘅。一個無法面對真相嘅人，他的人生最終也將是一片虛假。他所追求的成功是虛假的成功，他所擁有的人際關係是虛假的關係，他對自己的認知更是徹頭徹尾的虛假。現實咁為終極嘅裁判，最終會加開所有嘅違章，它會讓你所有嘅逃避，所有嘅借口都以一種加倍嘅方式殘害你。今天拒絕承認嘅一點小虧損，明天會變成一場用你換格不復嘅巨大災難。你今天不願面對的一個小缺點，未來會成為你人生中無法逾越嘅致命障礙。所以別再玩呢家可憐的心理遊戲啦，面對它，趁現在還來得及。聽了前面那些話，你們是不是覺得很不舒服？是不是感覺自己嘅傷疤被解開了？甚至有些惱羞成怒？很好，這就對了。如果你聽完我的話，感覺如沐春風，那說明你根本沒聽懂，或者
你已經病入膏肓，無可救藥了。痛苦是治愈的開始，承認自己有病是康復的第一步。那麼，要如何從這場名為自欺欺人的瘟疫中痊愈？方法只有一個，它既簡單又困難。簡單到只有一個詞，困難到絕大多數人終其一生都做不到。這個詞就是現實。你必須學會擁抱現實，無論它多麼醜陋，多麼冰冷，多麼不近人情。現實是宇宙間最冷酷無情嘅會計師。這位會計師從不修假，也從不犯錯。他不在乎你嘅感受，不在乎你嘅借口，更不在乎你有多努力。他的賬本上只記錄兩件事：什麼是有效的，以及什麼是無效的。你的投資虧損了50萬，這就是現實。你辯解說市場被人操縱，或者你這次運氣不好，這些在會計師眼裏都是一文不值的噪音。虧損50萬，這個數字會被清晰的記錄下來，不多不少。你的商業模式存在致命缺陷，導致客戶流失，這就是現實。你抱怨說競爭對手惡意降價，或者員工執行不力，這些都無法改變賬本上的赤字。這位會計師是最終的裁判。你可以欺騙你的朋友，欺騙你的家人，甚至欺騙你自己，但你永遠無法欺騙他。那麼你要如何與這位不留情面的會計師打交道？答案很簡單，但做起來極其困難。你必須徹底顛覆你的思考方式。我年輕時和大多數人一樣，總是習慣性嘅去尋找證據嚟證明自己係對嘅，這是一種本能，一種保護脆弱自尊心嘅本能。但後來我發現，這正是通往愚蠢和貧窮的康莊大道。所以我建立了一個新嘅思維模型，我稱之為反向思考。它的核心原則是永遠不要試圖證明自己是對的，而係要用盡全力去證明自己是錯的。讓我再說一遍，用你全部嘅智力、全部嘅精力去攻擊你自己最珍惜嘅觀點。一個普通投資者在買入一支股票後，他會做什麼？他會瘋狂地訂閱所有關於這家公司的好消息，他會加入全是多頭的論壇，他會把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解讀為股價即將暴漲的信號。他在為自己的決策尋找心理安慰。和一個智者，一個真正的學習者會反過來做。他在買入之後，會立刻開始尋找所有可能證明他看錯了的證據。他會去閱讀那些最尖銳的批評報告，他會去研究那些最悲觀的分析師觀點。他會一遍又一遍地問自己，我可能在哪個環節上犯了致命的錯誤。他不是在尋求安慰，他是在尋求真相。這兩種思維模式的結果有天壤之別。前者在自我編織的幻覺中一步步走向深淵，後者在不斷的自我批判中越來越接近現實，從而能夠做出更明智的決策。這就是智者與愚人之間那道不可逾越的鴻溝。愚人終其一生都在保護自己的觀點，把自我和觀點捆綁在一起。所以當他的觀點被挑戰時，他感覺自己的人格受到了攻擊，他會暴跳如雷，會拒絕溝通。而智者，他把自己的觀點看作是隨時可以丟棄的工具。觀點的存在就是為了被更好的觀點所取代。當他發現自己的想法是錯誤的時，
他會感到高興，因為這意味着他又學到了一點新東西，他又剔除了一個腦子裡的垃圾。這種自我批判的能力，這種主動尋找不舒適真相的意願，是你在一生中能培養的最重要的技能。它比你學會任何一種金融模型或商業理論都重要100倍。要做到這一點，你必須在你的內心深處建立起一種對真理的狂熱崇拜。你要把對現實的清晰認知視為你生命中最寶貴、最不可或缺的資產，它比金錢、地位、名譽都更重要。因為清晰的認知是獲得其他一切的基礎。當你把酬真作為你人生的最高價值時，你會發現好多事情都改變啦。你不再害怕犯錯，因為你知道每一次錯誤都是一個學習嘅機會。你不再害怕被批評，因為你知道呢些尖銳嘅批評往往比廉價的讚美更有價值。你不再顧自己賤，因為你知道宇宙嘅真理遠比你呢點可憐嘅自尊心重要。這些認知偏誤，這些自欺欺人的心理，有時就像一條條無形的鎖鏈，捆綁咗你的思想，限制了你的潛力，讓你成為自己大腦的囚徒。選擇性感知是你個牢房窗戶，讓你只能看到你想看的風景。過度自信是你侥幸嘅鐐銬，讓你無法看清前方嘅懸崖。逃避現實是你黑水嘅微碗湯，讓你在溫水中被慢慢煮死。而我今天教會你嘅這一切，這把名為反向思考嘅遊戲，這個名為擁抱現實嘅信念，就係為了讓你掙脫呢啲鎖鏈。當你掙脫了這些鎖鏈，你才能真正自由的思考，自由的決策。這種智力上的自由，才是人生最頂級的財富。至於那些世俗意義上嘅金錢和成功，不過是這種自由思考必然產生的副產品罷了。我已經把我近1個世紀以來學到嘅最殘酷也最有價值嘅教訓，都告訴了你。面對現實，就像動一場痛苦嘅手術，但它是治愈你貧窮和愚蠢的唯一方法。自欺欺人這顆毒瘤已經在你嘅人生中蠶食了太多嘅機會和財富。現在我要求你立刻停下你所有嘅忌口，拿起鏡子，誠實地審視自己，問問自己，我過去的那些信念是徹頭徹尾嘅謊言。我為了可憐嘅自尊，又在逃避那些不願面對嘅真相。這個過程不會舒服，甚至會讓你感到羞愧，但你正係改變嘅開始。這不是一切性嘅手處，而且一輩子嘅修行。你不需成為自己最嚴厲嘅審計師，日復一日地挑戰自己嘅偏見。從今天開始，從今日開始，別再做呢個裝睡的人啦。你嘅財富，你更好嘅人生，都在呢片你不敢正視嘅現實背後等着你。